希望多啲練翻廣東話好啲咯，同埋希望有啲好似今次呢個《屬夢》咁樣，即係個幅度跨度大啲、篇幅大啲嘅角色咯，又或者喜劇咯，希望可以演喜劇咯。出席金像獎都係一個好唔平凡嘅事，因為係我第一次參與。如果我唔係參加咗《細愛》呢一個電影咧，我係唔知道原來你哋係咁犀利咁犀利㗎，所以你哋一定做到你哋想做嘅嘢，加油！其實 actually 琴日我先至睇完呢個更長嘅版本，終有呢個機會。最後我要多謝曾經喺華富邨上空出現嘅嗰隻 UFO， 同埋入邊嗰班外星人。多謝嗰班外星人選擇咗香港嘅呢一個地方，送俾香港一個咁美麗嘅都市傳說。